大家好，歡迎收睇4OSSIBLE 收市報告。今日係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。首先講明，呢條片只供教育同娛樂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我哋開始啦。股市全線捱沽收市，標普500跌 0.8 個百分點，納斯達克跌 0.7 個百分點，道瓊斯跌 1.3 個百分點，羅素2000跌 1.3 個百分點。引伸波幅方面上升咗 0.7 個百分點。睇返主要指數，今日最強係納斯達克。整體嚟講，大市上方有壓力，唔容易升上去。板塊方面，能源帶頭，升 0.3 個百分點，最弱係醫療保健，跌 1.9 個百分點。11個板塊入面有2個上升。今日主角係 Lumentum， 升 6.2 個百分點。至於最弱嘅係 CrowdStrike， 跌 5.6 個百分點。今日升幅榜 Lumentum 排第一，升 6.2 個百分點。跟住係 Applied Optoelectronics、CF Industries、美光同希捷。跌幅榜方面 CrowdStrike 跌得最勁，跌 5.6 個百分點。之後係 Palo Alto 網絡安全 ETF、Ciena 同 SpaceX 相關 ETF。睇返成個觀察名單，11隻升，18隻跌。今日做得最好嘅係 Lumentum、Applied Optoelectronics 同 CF Industries。表現最差嘅係 CrowdStrike、Palo Alto 同網絡安全 ETF。其餘啲股份就好淡增持。跟住要留意咩？ Lumentum 今日升 6.2 個百分點帶頭，睇下後續有冇跟進買盤。CrowdStrike 最弱，睇下會唔會止跌。板塊方面，能源帶頭，醫療保健就拖後腿。引伸波幅上升，止蝕記住要有紀律。跟住講下5隻焦點股，呢啲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Lumentum 支持位喺815附近，止蝕擺喺803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032。Applied Optoelectronics 支持位喺119附近，止蝕擺喺117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54。CF Industries 支持位喺122附近，止蝕擺喺120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38。美光支持位喺929附近，止蝕擺喺915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093。希捷支持位喺828附近，止蝕擺喺815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920。全部都係跌穿支持位就止蝕，博2倍風險回報。投資記住要自己負責。再講下 LEAP 股票替代觀察。今日冇一隻合資格，因為而家啲領頭股都升得太急。呢套做法係趁大市回調先買優質股，唔會追突破。所以繼續等 Lumentum 等回落到812.12，Applied Optoelectronics 等回落到120.02，CF Industries 等回落到120.36。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以上就係今日嘅收市報告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撳讚、訂閱同開通知。冇嘢係唔可能嘅。It's4OSSIBLE